两站先发都主动出局，然后你说你有一些课题需要去调整，你觉得你今天投到7局，你有做到你想要做到的东西吗？有啊，就是用辅助有比较节省。那你有做什么样的改变，就是让你用辅助比较节省？尽量让打者去挥棒，对，不管结果怎么样，就是尽量让他去挥棒。强迫他去。对，强迫他去挥棒。因为其实内容上来说都蛮好的，因为只有第1局被打一次安打，然后之后投了一个保送之后都蛮顺的。你觉得你自己今天对于球路上的掌控怎么样？球路上的掌控怎么样？就是位置有没有投到你想要的？今天位置普通对啊，今天状况没有特别好。我觉得很多局跟局下来跟优乐在讨论的时候，可能状况没那么好。优乐在帮就是每个打者那种策略，就是优乐算在引导我这样。你有没有觉得你先发的这几场，其实队友的火力都蛮棒的？对啊，很好。继续。那你自己有想要续投吗？我没有，教练叫我休息我就休息。对。今天3战还蛮多的，我觉得今天3战还蛮多的。那你觉得是他们可能没有适应到，还是说有一个变化球压低了？对，重点变化球压低。今年第一次在这个球场。对，第一次。感觉还要适应一下吧，对，风蛮大的。然后都是有认识差不多的问题，那今天明显就有修正这个状况，你觉得他跟前2战有什么不一样？今天应该跟风向有关系啊，因为今天的球场的风向很强烈的逆风啊，在逆风的当下打出去的球几乎没有办法飞出或者越过外野手，所以很多球都在内野的飞球，所以他在这种投球之间就尽可能跟打者对决，产生打出去的结果，所以应该是风向这个风。有力投手，当然是有力投手，因为你球没办法击到越过外野手的时候，投手当然不会怕长打，在不会怕长打之下，就可以积极的去攻击他们好球。你怎么看那个2局下靖凯的？这个确实在我们里面已经有针对较快的选手，他们在这个时间点是不是有机会抢垒？这是开绿灯的状态，就是让这个也不是开绿灯，最主要是3垒指导员他有观察到让他进去的那个时间，所以这个就是跑垒指导员在当下指使他往前去抢第2分。因为那个 time 如果不见就没了，所以在场上的教练在指挥跑者抢垒的时候是很笃定要偏这1分的。这个是在春训，比如说训练的跑垒训练的时候有强调，还是说其实这个日常？那个跑者是靖凯，靖凯在跑垒呢，他确实有他的侵略性。但如果是另外一个选手，也许他可能就不会有这么积极去抢这个第2分的。但是靖凯的跑垒是蛮有侵略性的。觉得那分拉下来，对后面来说有没有就是比较有帮助？当然了，那1分是原本大家都认为内野安打只会掉1分，却用跑垒的速度去压迫对方的密室，让球队产生多得1分的机会。所以那第2分就让投手更有投球的空间去压制他。